Smart 健11種智能模式詳解。關節養護，源頭鎮痛，增加靈活性，延緩關節退化。面部與眼部抗衰，一體化解決痘痘、皺紋、黑眼圈，全面提升膚質。睡眠改善，自然入睡，減少夜醒，提升睡眠品質與次日精力。皮膚護理，一站式改善爆痘、出油、皺紋、敏感，強韌膚質。運動恢復，快速緩解酸痛，縮短恢復時間，提升運動表現。情緒健康，緩解壓力焦慮，提振精神，提升情緒穩定性。大腦活力，提升專注力、記憶力，對抗腦霧，思維更清晰。頸部舒緩，快速緩解深層頸痛、僵硬與頭痛。生髮養髮，減少脫髮，促進新生，增加頭髮密度與粗壯度。傷口愈合，加速愈合，簡疤易疤，降低感染風險。寵物護理，安全緩解關節炎、軟組織損傷和術後疼痛，提升愛寵生活品質。MedGlow LED guards the health of yourself and your family.